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y， 今日咧帶大家嚟黃大仙咧睇一個全新嘅樓盤匯順。點解帶大家嚟呢度睇呢？就係因為呢一度嘅投資回報相對比較高嘅。咁我轉頭咧就會拍一拍周邊嘅環境啦，同埋有啲咩配套啦，再會行埋去地鐵站睇下需時幾耐嘅。咁匯順呢係雲安發展商喺黃大仙區嘅第2期發展啦，而第1期呢就係呢個位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喺匯順嘅樓下啦，咁我就試下咧行過去黃大仙站睇下需時幾耐啦。等我講下第2期嘅匯順有咩投資價值先。其實喺第1期嘅匯明，當時候買到最後嘅單位都要成2萬蚊尺，而家第2期嘅匯順都仲有啲單位賣緊15000蚊尺咋。如果計翻條數嘅話，都大有水位。咁首先講一講啦，呢一度咧行過地鐵站個路程啦，咁同埋中間有啲咩交通配套咧，我都會話埋俾大家聽嘅。咁如果講到咧民生嘅配套方面咧，其實咧呢一區咧係一個成熟嘅區份啦，即係已經配備有街市啊、超市啊、黃大仙中心啊、商場配套啊，全部都有噶啦。咁佢都有好多嘅小巴線選擇嘅呢度。今次匯順我比較推介開放式嘅單位投資，想知道點解？繼續睇落去，去到示範單位，我就會話俾大家聽㗎啦。黃大仙站嘅 E 出口啦，已經睇下需時幾耐先。呢度就係匯順嘅開放式示範單位啦。咁首先入到嚟單位入邊咧，要講一下大門嘅右手邊，發展商已經隨樓附送咗上下層嘅鞋櫃。OK， 咁中間呢個位置都做得幾好嘅，有燈嘅，咁可以擺下啲飾物。好，咁然後咧睇個洗手間，咦又幾好喎，趟門形式慳位喎。咁都係簡單用咗個企肉嘅設計啦，同埋佢入邊嗰啲儲物櫃啲飾面咧，用咗 natural wood 嘅 colour 啦。咁整體上望落去都好溫暖、好舒服嘅。咁嚟到廚房呢部分啦，咁佢雖然係開放式廚房 ，OK， 咁其實佢呢個位置都做咗一個氣窗嘅。咁你平時可能話煮下麵啊、輕輕煮下嘢咧，咁打開呢個窗就疏下氣啦。咁睇翻佢啲家電。用咩牌子？全部法國品牌，呢個牌子好貴。咁啊，俾咗個蒸焗爐你啦，另外有個雪櫃啦，咁仲有啦，抽油煙機啦、電磁爐、洗衣機，全部都係用晒一系列嘅法國品牌俾你㗎啦。咁另外要講少少咧，就係呢個星盤咧，佢呢個星盤咧好方正夠大㗎。咁平時洗下啲煎 pan 啊，洗下啲煲咧都都夠位啦。咁因為而家市面上好多發展商咧個星盤咧，少咗1/3個位置，好細嘅，好多人都投訴。出嚟露台望一望先。但呢個露台咧，其實係22尺嘅，咁已經計埋入去個使用面積度嘅。咁22尺就唔會好似出邊嗰啲咁大啦，會有好多客就話嘥位。22尺咧，其實啱啱好可以俾你晾到衫。另外咧，呢個單位要重點要講一講咧，就係個方向咧係坐北向南，即係簡單啲講，個露台將來望出去咧係正南。同埋望翻去黃大仙中心嘅方向咧，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嘅。呢個位啦，呢個位咧就係我主打咧。點解我會話投資價值比較高咧？喺匯順呢個樓盤度，因為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由門口去到露台嗰個位置咧，講緊係4.2米幾㗎。即係簡單啲，呢度可以擺張床，我呢個位亦都可以擺張床。但係今次咧，發展商咧就照顧到啲投資者啦。佢直情咧係送咗2張嘅上格床，下邊咧就做咗2張嘅書台。咁其實啲客戶一買入咧，發展商已經做好2張上格床俾你啦，咁可以即刻咧就放租。咁啊，通常呢啲都好多學生嚟呢一區度揾租嘅，咁可以租俾2個學生。咁但係咧有啲唔一定係我嚟投資嘅，即係可能話有啲新婚夫婦啊，或者情侶啊想租嚟住咧，咁佢唔中意上架床咧，唔緊要嘅，發展商咧可以喺樓價度減翻12000蚊呢個家私禮券個折扣去買入呢個單位嘅。首先咧，整體上咧，整個單位都好方正嘅，
咁一個長方形啦。咁大門入嚟咧，其實係零走廊啊！呢個單位係一啲走廊都冇嘅。咁入到嚟咧，咁呢個框框咧就係啱啱發展商送嗰個鞋櫃嘅位置啦。咁就有間趟門啦。咁而家最重要重點咧，發展商咧係做到2張床咁樣前後擺啦，上格床啦。咁佢有翻咁上下嘅深度嘅。而家講緊咧呢一度嚟到呢個位，加埋呢個米1咧，其實要去都有成4.7米幾㗎啦，講緊。咁一般正常嘅床咧個長度都係2米，咁擺張2米加2米咧，中間都仲可以做一個到頂嘅書櫃去隔開2張床，其實都非常之足夠嘅。咁另外要留意一點咧，就係佢呢個單位咧有個 L 型嘅開窗啊，咁當陣時成個景觀視覺同埋個採光度咧都極之好，因為始終佢呢個單位咧就坐北向南啦。咁另外個露台位都係而家啲新式露台啦。咁出邊嗰啲露台咧係38尺嘅，咁今次咧佢就唔攞咁大啦，佢就咁攞個22尺啦。呢個就係露台嘅位置啦。咁呢個 AC platform 咧就係嗰個冷氣機散熱位咧係唔會計入埋個實用面積入邊嘅，所以整體上呢個單位咧開息係非常之好嘅。其實匯順呢個樓盤咧投資價值好高嘅。如果有興趣想了解更多嘅話，快啲聯絡我 Kenny 啦。我係 Kenny，有咩樓盤資訊想知多啲，歡迎隨時揾我，聯絡電話就喺下邊。